据中华电信通报，这大马3号北竿到东引这段海底电缆线是搁再断去，影响到东引1500个人。目前中华电信是先用微波通讯来支援，不过当地嘛是反映讲，即马网络确实是变较慢，而且有线电视目前嘛拢无信号。 点开民间开发的台湾海缆动态地图，除了接台湾本岛和马祖的大马2号，今年3月修复了，搁断缆。大马3号北竿到东引段的海缆嘛呈现红色断线的状态。司法部指出讲，29接到中华电信的通报，这段海缆新线搁断去，造成海缆中断，主要影响人口差不多1500人的当影响。 这几年下来，这个次数是蛮频繁的，所以大概相信只要在网络上面使用，稍微觉得卡卡的，都会想说是不是海缆又出问题了。现在有线电视部分是完全没有讯号，跟乡亲的这些生活作息当然会有一些影响。这中华电信已经开微波通讯来备援，维持东引乡的行动电话数据上网者的服务。但是乡长讲，乡亲嘛是反映网络较慢，而且有线电视因为无法度转换设备，即嘛是全面断线。司法部嘛要求中华电信积极协调海缆。 上近7月底完成修复，这摆海缆搁断去，初步推估，意思是靠搭伫东引北澳岸边的中国渔船万年鱼63896，因为海上歹造成船身刷去别位，才造成海缆的损毁。 其实万年鱼63896伫靠搭了后，船头家伫3月底要委托中国籍的工作平台船海勤港66进场执行船体移除的作业，但是当阵就因为时间无细致，和大马3号一寡新线受损，海巡署随甲时间人员带登去调查，立委关心敢有铺设地带侵扰的疑虑。你说你要切割船，你切割到那么深，我一直认为这个背后是这么单纯吗？ 我们一定是料敌从宽，所以第一时间我们一定绝对就要去确认这是否真实的是一个意外。好，那背后是不是有国安的疑虑？那这个部分的 SOP 我们有建立起来，甚至于我们也会从水下去看。最近几年，欧洲的波罗的海同款是连续发生海缆防破坏的事件，关键基础设施的脆弱性引发关注。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嘛对这个议题举行听证会，国委会主席李启呼吁各国加强合作，来提升海缆的韧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